半暝啊，監視器翕到一名男子行入來，唔知要創啥，這一看竟然是佇咧烏白放屎尿。代志發生佇咧中西區一間新大的新廟工地，廟方人員發現了後溜出去，翕到車牌，馬上報警。警察嘛以上緊的速度抓到人，互伊家己來替家己切尻川。民俗專家嘛指出，這款行為對神明非常不敬，這是非常無禮貌。希望眾生若看到吼，恁一定愛緊去甲神明會失禮，啊無你就是法院佇遐做清潔工，看要1年、3年，你才有法度改變你的運道甲一生。事後，這名男子講是因為傷記錄，遂無便所，廟方人員後續嘛無追究，只是陪同向神明會失禮。另外有宮廟的天公爐是互人囥3塊銀角仔，監視器翕到有3個人圍做伙，嘛無要拜拜，摕了一塊10塊，2塊1塊，總共12塊，囥佇咧樓頂懸，互宮廟人員感覺怪怪。囥銀角仔講啊，無我甲神明添一下樣樣，有可能這種做法啦，互個意思安尼爾啦，啊無啥物惡意啊，因為我看天公爐攏無破壞，無安那哩。廟方認為無物件互破壞就好，錢嘛囥入去現金箱仔內底，不過畫面鋪就網，有人講算是加強氣場的小法術，而且囥的方式嘛錯誤。對民俗角度來看，應該是想要招財，也毋過無先問過神明，顛倒是相當無禮貌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